根据台湾吴玉环伫总集村所提供的资料，台湾是全世界上重要的乌面腊杯过冬区域，其中咱台南七股甲四草更是受欢迎。今年预估会增加到275只。不过，护议员相当烦恼的是，咱的动物保护区却存在济流浪狗的威胁。那当来野鸟受攻击事件已经增加到99件，需要求市府加强管理。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来保护这群珍贵的人客。台湾西南沿海的黑面琵鹭数量仍然在成长，但是让人比较担心的是，我们台湾沿岸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，对于生态还有黑面琵鹭的觅食，都有一定的这个影响。再者，流浪犬扑杀水鸟栖息地，对于我们黑面琵鹭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。农业局长。本期在这边请教你，目前我们台南市的流浪犬总数大概有多少只？自然生态保育协会苦力署长这边大概保持一个密切合作，包括咱伫台港这边，咱嘛交台港咧合作，因台港这边的设大型的捕犬，因这流浪狗这是一个长期性工作，因要设长期性的一个捕捉权，那个围笼就是讲。狗仔会当长期甲掠了，另外就是讲，阮这边动保署嘛交台港搁咱的协会来合作。那看附近有流浪狗出没时，我们大概会出动那个麻醉枪，还有等于尽量快点将这些流浪狗给捕起来。有一些措施，譬如说我们流浪犬的收容的处所，譬如说过去刚刚讲了，以前发生过了掩埋场，或者是焚化炉，或者是有一些变电所。这些闲物设施民众都不要，可是现在的生活里面这些东西又必须存在，我们现在也在伤脑筋这个问题。所以以您刚刚提到这个部分，我们的流浪动物或是动物教育园区就受到很大的压力。我们也正在找说比较适合、要离人机比较远的地方来做。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做得成功。台湾都要为守护珍贵野鸟来严格把关，会长嘛以珍贵的水资源，呼吁市府一定要提早因应欠水的危机，将省水成为民众生活方式一环。避免极端气候之下，将旱灾可能威胁降到上低。对此，市长嘛表示，将活化地洪池，同时将南化水库的坝顶加悬，增加脱水量，以及用科技灌溉农产等做法来应用。台南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